你相信中醫嗎？會唔會覺得中醫好虛？有啲小毛病就話你濕氣重。咁到底乜嘢係濕氣呢？俾我1分鐘，一條視頻同你講透講明白。你可以把我哋嘅身體咧想象係一間屋，濕氣重咧就係房間入邊嘅濕度大咗，空氣咧變咗黐立立，東西咧都會發毛。咁濕氣係點樣嚟嘅呢？我哋一般分為外濕同內濕。外濕咧就係外界嘅濕氣啦，就係我哋講嘅落雨天，比如我哋所處嘅地方南方濕度大。雨季偏多，4到6月咧都係濕氣嘅高發期。咁呢個亦係咧北方嘅靚仔好少出現濕氣嘅問題。接住講咧內濕，就係我哋食入去嘅嘢。如果你食咗太多嘅生冷、油膩、甜膩嘅嘢咧，加上運動少以及環境因素嘅影響，脾胃嘅運化功能變差咗，濕氣咧就唔能夠排出去啦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點解你總係覺得無論係咩症狀，中醫都話你同濕氣有關呢？因為濕氣嘅覆蓋面係真係好廣，比如常見嘅疲乏無力啊、瞓唔醒、口臭、面部油膩、大便唔成形等等，再加上好多商家咧為咗買咩祛濕茶、祛濕方，咁你哋嘅抖音經常會刷到關於濕氣嘅視頻，講到天花亂墜，好似都能醫百病咁。咁平叔咧喺呢度同大家強調下，中醫咧係需要辨證先能夠知道你係咩問題，只通過一個症狀咧就亂開藥都係呃你嘅啫。睇好自己嘅荷包，唔好亂買嘢啦。咁有咩辦法可以自己喺屋企預防調理呢？咁我哋可以參考《人民日報》發嘅和牙湯，咁佢係取茯苓、乾薑、炙甘草各5克、黨參10克一齊煲水代茶飲，佢有溫陽健脾祛濕作用。最後咧提醒下各位靚仔靚女，外濕咧你就控制唔到啫，內濕係可以做到。少食啲生冷油膩嘅東西，比如嗰啲咩雪糕、甜食、油炸品啊，學識未啊？關注平叔教你變得更強。